永大溜冰场是国内第一座符合国际标准规格的一个室外型的一个200公尺的一个比赛场地跟综合型的一个练习赛道建筑物跟我们的一个训练赛道融入整体的一个景观特色那当然也考量到未来的一个停车空间跟我们的练习赛道跟我们未来的一个儿童运动的一个公园来做一个整体的结合，建筑物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气候的一个考量跟风向希望能阻挡冬季北风创造一个适合练习跟适合小朋友游戏的一个游戏公园的一个部分永大溜冰场导入了一个节能设计手法包含屋顶的一个太阳能，还有雨水回收系统，然后还有包含我们的赛道的一个结构工程的一个强化让我们的赛道能够未来能够运用的一个更永续、更环保的一个做法来让我们的赛道能够更坚固也更耐用。我们的成绩一向在台湾各县市是那个排在前面的，长期来有它优良的历史。那我们滑轮溜冰场地说实在的不多，所以造成我们以前的选手也会流失了。杨和珍，他就是在世界大学运动会拿了5块金牌、1块铜牌以后，这个引起大家的重视。所以才争取前瞻建设的经费，盖了这个现在这个大湾这球场。那这个是第一个是世界国际标准的抛物线的做法，很好的场地，适合的场地，才能栽培更好的选手。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开始了，不是这样就截止。以后希望在台南市有更多的场地。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个滑轮场是在111年动工，112年完工。那短短2年期间，说经历了好几次的升级，所以经费也从原来的6980万，现在变成9420万，所以将近的增加了快3000万。当然了，我们是要求好了但是就是说也希望说，球场完工之后，这个运动场完工之后，能够大家好好善用，不要破坏它。因为这是非常昂贵的，而且设计是非常吸引全世界最新的，也是全台湾第一座合乎国际标准的这个滑轮场，所以我们希望用意是希望第一个培训最优秀的我们滑轮选手，那另外呢也希望说能够提供很多民众他可以让他们的小朋友能够有机会体验接触滑轮运动的这个项目，能够培养下一代的这个接班人。因此呢，它的设计兼顾专业，还有兼顾大众都可以使用。因此呢，维护盖是盖好了，维护要维护得好，这也是变成一个很大的责任跟这个工作。因此呢，我们也希望说，将来维护单位赶快决定了好，那我们可以让这个活动这个场地提供最好的，为市民以及为选手提供最好的服务。大家好，我是杨春怀，欢迎收看11月1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先来关心台南市议会定期会。台南顺利办了专案会，议员陈怡丁伫蒋志顺进行检讨，其中游泳顶内场馆需要到外县市场地，失去地组队优势，感觉遗憾。同时，台南男子篮球参加专案会，18天来第一摆摕下奖牌，所以嘛积极争取要有一个符合比赛标准的篮球场。今年台南好不容易争取主办的专案会终于顺利闭幕，议员陈怡丁申请专案会制服，伫总日顺请市长家己评分，市长讲伊70分，志刚90分，选手95分。不过坦承有一寡安排设计需要检讨，会中议员嘛锁定游泳、射击、自由车等6个单项比赛，因为台南无标准的场馆，需要刷到外县市，失去了地主的优势，感觉遗憾。美中不足的是，就是我们还是有好几个比赛要去别的县市啦，包括我们的游泳要去台中，现代舞要去高雄，自由车要去台中，射击靶场要去桃园，划船、轻艇要去南投日月潭的月牙湾。那我想
在这个游泳的部分啦，因为我们在咱咧交通的时阵，都有听到咱民众咧讲吼，咱第7练一开，但比赛游泳底下都无，该走去台中比赛，安尼是要展现咱的地主的优势啦。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在规划说，未来我们台南应该要有一个合乎标准的这个比赛标准的这个游泳池哦？像游泳呢，它一定要10个水道，我们台南市目前的没有，我们也在规划。那像114年我们要办的时候，我们也在做规划，做这个仁德游泳池的那个部分，还有那个新年我们在整建，希望能够一些项目能够在台湾，在我们台南来比赛，像蜻蜓划船这个，我们现在已经规划在那个华中桥的江津溪那边哈，那边的河道很漂亮。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来自己的城市比赛，我们才能够展现这个地主优势啦。虽然这届全会但对无达到预期目标，嘛是落到为奖牌数不到100面。不过其实男子篮球是18当来第一摆拍入前4名，摕下铜牌，相当欣慰。所以议员借此来争取篮球专任运动教练以及符合比赛标准的篮球场，嘛进一步将场馆寄望伫小巨蛋的诞生。如同台钢猎鹰，它是主场在台南，结果它也只能场地是借用这个嘉耀的少中体育馆，那就是因为我们台南没有自己符合标准的这个篮球场嘛，所以他们必须要去用嘉耀的这个少中体育馆嘛。那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拥有一个符合比赛标准，可以作为这个篮球主场的这个篮球场？现在还在 BOT 公告90天，90天公告完之后。如果人家有人提出相对的案子，是比起以这个来讲是 A 案，比这个更好的话，那就2个来评审。那如果2个都不够好，都不符合我们的标准，或者说他们讲对市民的利益权益有不够照顾周延也不排除废除掉，就像天马电台一样。是，所以90天以后见真章了看看说整个计划的。又期待又怕受伤害。讲到小巨蛋，更有机会伫台南补能，嘛成为这届议会总质询关心的焦点。台南新闻军籍林英根采访报道。因为台南市今年顶半年推动促产招商，投资金额总共75亿，成为全国地方政府的第1名，互外界有了招商王的称号。不过，议员曾志杰却提出市府相关举措，后续嘛爱关心南科顶大厂部分产业因为订单减少，面临大量裁员的事实。但是今年顶半年出境民间参与招商已经签约4件，投资金额达到75亿，列为地方政府的第1名。8月某10个局处推出15件招商案，被外界评为招商王。不过，议员曾志杰伫总质询强调，虽然招商引进资金会当带动经济发展、制造就业机会，不过根据市府伫出产招商大会讲有5万的就业机会，但质疑甲事实有真大落差。加上南科部分大厂近来因为产业订单减少，面临裁员甚至关厂危机。要求市府不是表面招商，卖关心劳工就业甲产业转型。台南不仅是科技产业的重镇，更是企业跟青年南漂的首选哈。但是我不晓得经发局长还有市长，你们有去感觉到，就是其实在我们南科很多大厂里面，他们现在其实也开始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还有整个世界性的这个经济的动荡。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其实他们也有开始在大量的裁员呢？在南科目前为止是93000人在那边就业，到年底的时候会接近10万人，所以以南科整体来讲是就业数是增加的。但您刚刚提到是个别的公司企业，如果说有些调整，可能我们还是要早点介入来辅导他们转业。会中议员嘛为打造东区的特色商圈，以及东区伫必比登美食推荐的名单较少，造成游客来台南拢跳过东区，要求市府伫老厝向心理的地图顶面主动行销，唔通甲东区袂记哩。台南新闻军籍林英根采访报道。
议员李宗麟伫蒋志顺以其他县市的400架导弹系统为建议，认为文化首都台南迎接400冬，应该爱护台南的游客感受到完善的城市风格。对此，市长黄伟綽答应要来规划设计。人讲输人毋输阵，议员李宗麟伫总日顺提出包括台东、嘉义、甲新竹等县市，透过举办台湾设计展、城市博览会等活动以后，拢有专属的因规套的400架导览系统，就来引导游客对火车站开始到每一个景点的说明。更重要是提供大家伫大众运输、甲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的串联有完善的服务。议员李宗麟强调，文化首都台南迎接400冬，更有必要一步一步来落实。大家每一个城市都要利用博览会、设计展等等的重大的这个活动，来改善自己的这个软硬体。那台南呢？我想要跟市长报告一下说，一个好的城市导览系统，它对城市的效果是非常大的。基本上它可以连接城市跟这个旅游景点的这个指引的说明，但是重点是让游客在我们的城市里面漫游的时候是不会有断点，是不会有困扰的。那我原本一开始的那个故事里面就充满了各种的困难，像是障碍赛一样，所以我会希望我们来把一个导览的系统打造出来。那除了这些技术上的，包含相容性、正确性，然后硬体、软体等等，其实最重要的是在这边要拜托市长因为它是一个跨局处的工作啦。台南400。那个 logo 是蛮漂亮，不过台南400是专为台南，那个 logo 是专为台南400而定。对。那如果要成为我们接下来可以的，我们可以再有一些新的一个就是说在旧的也保留的情况下，还是有其他的。就新旧融合，我们要对融合在一起方向啦没错。如何透过活动来改善城市的业态环境，同时透过保留台南区的 logo 意象，加上创新的识别标识，让游客一来台南就清楚这就是咱城市的品牌。虽然是一大工程，不过现在开始永远未完。台南新闻军籍林英光采访报道。国立嘉济高中将迎接创校99周年，邀请到长期关怀生态保育的拍鸟俱乐部，伫嘉济鸡笼展出328摄影作品，展现出台湾特殊鸟仔种类甲世界生态之美。透过相机镜头记录鸟仔上水的姿态，这一摆一摆的作品，就伫咧国立嘉济高中鸡笼展出。今年嘉济高中99年校庆。拍鸟俱乐部再度受邀，展出世界各国的鸟仔，以及台湾特有的鸟仔，让师生有一场精彩的生态响应。我想它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今天很具体的就是把一个生态，然后能够变成一个摄影带到学校当中来，那等于是让学校当中他没有办法亲自去野外。看到鸟类的同学们有一个地方能够呢活生生的看到这一些鸟类的一个展出。拍鸟俱乐部已经连续4冬来到嘉济高中做展出，这次由世界知名摄影师彭云峰老师领军，展出一只外国鸟仔，另外还有国内落水溪罕见的鸟仔，非常精彩。非常难得的在美国拍摄的安纳氏蜂鸟。也有在中国很难得等待到的白绶带玉雏这些等等的作品，像印尼的天堂鸟也是濒危的鸟种哦。如果大家走一趟佳琪的阳光一廊，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大抵讲的是，蔡定玲、黄淑婷也是嘉济高中的校友，伊希望经由生态摄影作品的呈现，让大家都能当认白鸟仔，共同爱护环境，推广生态教育，创造多赢。台南新闻孙怀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
伫即几档南科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立委郭国文就提出大南科新溪坝主张，以溪南为产业园区，溪坝纳入南科生活机能区。立委郭国文甲市员蔡苏秋瑾、陈秋红以及溪坝地区校员会干部一同召开记者会，提出大南科新西北主张，并强调的确有真侪工程师拢住伫咧竹北甲新竹科学园区，即隔了一条头前溪，而南科嘛会当伫闸门溪以南作为产业区，以北规划做生活机能区为主。这个主张伊也伫立法院总结询有向行政院长陈建仁以及内政部长林佑昌提出，两位也拢答应会全力来支持。我在总质询的时候曾经提出说，那个在新竹呢有一个头衔溪，头衔溪的北方呢就是所谓的竹北市，头衔溪的南方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竹科，也就是说呢，粗略可以划分为呢，南部是产业区，北部呢是一个生活区，是一个生活区，这一个是以产业区为主，那以生活区为主。这当然不是一刀两切了但是呢，会有发展性的一个不同。那也因此呢，我在总质询的时候特别质询林佑昌部长，说应该要把整个西北这一区纳入，那也获得林佑昌部长的肯定。同时呢，他那一天来这边的时候，来我竞选总部的时候，也再三的强调，应该把西北纳入这一个南科的生活机能区，而相关的部会呢，都会予以支持。郭国文表示，南科到溪坝地区道路愈来愈完善，嘉义社会大铁也伫咧大都中心通过升级规划，麻豆社会大铁也将伫咧今年底前完成选址，溪坝巨大需求将会不断攀升，有打造成生活机能区的必要。日后行政区的都市计划通盘检讨，也应该纳入南科效应考量。确保台南不只有世界级的科学园区，更是宜居的城市，来留住世界级的人才。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立委选举脚步愈来愈晚，台南市第2选区立委参选人陈坤和将伫11月5號伫麻豆成立詹文竞选总部。1號透早特別先召開記者會，表示伊到時將提出建設溪壩的3大政策。以无党籍参选这届立法委员选举的陈坤和，早着乡亲期待，希望未来伊当选了后，会当为溪壩地区民众争取建设。出席日听的麻豆区里长联谊会副会长施福春，也呼吁选民大众莫分政党，希望大家拢来支持陈坤和。我是要来专心专力来支持咱个陈坤和，会当推动咱个市政，会当咱这13乡镇快当改善一下。以往无做的，较不讲要做，要紧。咱这档机会，4单内，若较不无甲恁做，咱就得甲平台。若是有，咱继续来支持，莫分政党，我莫重点对咱的地方呢，若有来贡献，有来去做，咱当然就一定来支持。陈坤和指出，自从县市合并13档以来，麻豆嘉义的市中心完全无一项公共建设经费超过1亿。地方的发展是严重停摆，伊也具体提出3大政策，为溪壩民众争取建设。要来解决咱的溪南溪北边缘化上好的问题，就甲市中心甲设达，咱的首府大学，这毋是上好的吗？伊有相当好的条件，所以呢，我们的新的市政中心爱倒转来闸门溪两环，咱的先进捷运系统。竟然5条线拢伫溪南，咱的麻豆、咱的新营、咱的嘉义拢无。我们优先的捷运系统优先线应该爱先走沙仑到太保，爱走沙仑到太保，无应该先走府城内底。麻豆做咱的单平这个外环系统。和麻豆的外环系统全部拢完整。咱的84号道路嘛是有够奇怪，咱的麻豆做到下营交接车，咱过会使去，到学甲转去啊，
昆达甲算算的这个路线差不多4公里无够，哦，所以呢，按你84号道路两边的快车道、侧车道呢，应该爱紧来甲执行。陈坤和站门竞选总部5日上午9点半，将伫咧麻豆区的新生北路中正路口成立。陈坤和希望市民大众做伙来参与，用行动支持无党正派候选人。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周大馆文教基金会为着鼓励全国得到癌症的学生勇敢对抗癌症，特别设置抗癌愿望助学金。伫今年台南有6位学生得奖，由市长王伟棣亲自颁奖，替得奖学生加油打气。周大馆抗癌愿望助学金颁奖典礼伫台南市政府举办，这次有6位学生得奖，分别是陈嘉景、郭佑林、陈玉祥、秦玉杰、孙少奇以及黄子轩，由市长王伟棣亲自颁发助学金2万块。比起我们基金会的各位天使，其实大家都实在太幸福了，所以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周大观基金会，周爸爸、周妈妈所做的一个奉献跟付出，把一个对大观的一个爱，那变成对于社会、对于整个台湾的大爱，这个真的是让我们非常感谢。周大观基金会感恩得奖的学生，展现出对生命的努力。为社会注入正能量，因伫咧典礼当中也上台甲大家分享抗癌的经历。因为我国小有运动过1年，所以就是住院之后体力变很差，但是可能因为我之前有运动，所以就恢复得比较快，然后也没有那么不舒服，就是有减缓一点。运动可以让心情好一点。每一位抗癌斗士的背后，拢是感动人奋发的故事。期盼透过公开表扬，予囡仔上好的鼓励。台南新民关怀采访报道。高雄轮船公司推出一款新的 APP， 透过 AR 实境技术，予各自的高雄行出现伫高雄港，予游客伫佚佗的时阵，会当甲高雄行做伙翕相。高雄港美丽的风光蔓延在城市的边缘，来回旗津与鼓山的渡轮更是许多游客来到高雄观光必须体验的一环。不过最近来到渡轮口只拍海景照可不够，现在来到高雄港，不只有美丽的海边风光，还有超可爱的高雄熊一起合照。高雄熊划着 SUP 或坐上热气球，在高雄港上空来回，模样十分可爱逗趣。这是高雄轮船公司与科技公司联手打造的 AR 实境 APP， 为了让民众在等待搭乘渡轮时有高雄熊的陪伴。其实我们一开始的那种想法是说，让大家不会无聊的等船，看到高雄熊的在天上飞的啦，或者说他坐的船是飞到天空去的，那你就会觉得好好玩哦。那小孩会觉得说，这个太有趣了。旗津到鼓山的航班每逢假日就是满满人潮，因此轮船公司也特地在每艘船上都放上指引海报，不止等船时有得玩，上船后也能看见不一样的光景。另外，其他知名景点，例如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也有高雄熊的踪迹。一开始本来好像有一些人不大知道要怎么玩。然后我们会有一些讲解在上面，你只要照着那个步骤走，你马上那个高雄熊就会跳出来跟你打招呼了哈。光光的高雄熊代表高雄的高雄熊，真的会跟你一起陪着你玩，到处玩。譬如说你在漳二库，你在鼓山，你在旗津，好，或者你坐爱之船。也都可以玩到。高雄熊 AR 冒险大受民众好评，可见城市的观光品质能够从小小的科技细节展现。只要一机在手，就能与可爱的吉祥物同游海天，记录每个精彩的熊好体验。记者周福庆、李凡飞，公视报道。感谢你收看11月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